第二个，这个说明书，但是我看一下没什么用。对啊，他们就留着吗？留在那个盒子里面吧。高中生应该不会再报告了，上午重点应该不会再报告了。没有。然后。早点来。哦。早上可以加班。我给来。你早上说我得写了。他跟我说他要去日本自由行，说要去打工，结果还不是老爸全都。现在不用去了、啊，现在不能去了吧？回来了啦，早就去美国。哎呀，哎呀。回师应该也忘了，干嘛？换回师吧？没有，全部他盒子应该在里面看。我再确定一下。第二场第二场。整个长的 PPT 要连在一起，你这样一张丢才会顺。因为他每次只要开一个，就要关一个，再重新再设定一次，都要把它接在一起。我发觉他们那个像双联，像那个他们导播也都是顺在一起，然后就看谁上去，他整个流程都已经算好了。对，那我们还是干嘛？没关系，我们一次比一次会更熟。嗨，你好。
嘿1、2、3。我这边是 OK， 我自己说 OK。我们就从第一首开始，我们大概有10分钟，应该是。无论明白为何，它只
这个是这他没有，你主要是要的话就多买一组那个，或者说啊，我这要没从上面出来。谁的声音呢？有啊，已经很大声了。你看讯号啊。对啊，已经很大声了。他自己的监听关小一点就好，他自己监听干太大了。有啦，他监听太大了，他监听太大就。这台怎样做那个？怎么样就让它可以再接进去？它扣都没有，没有，他没有啊，所以这台可能要换一台，要换一台更好。需要应该要换一台有声音的，这个我们还会继续换哪一台？没有这个。别跟那个变压，这个去视觉讲一下它有没有视觉。我们可能要再找一台这一台的进阶，没有声音进来的，就可以直接接那个电脑的音源。所以等于说要两台同步。不是，这一台已经没有这个东西有一个拉印的音源线，进来，它自己就可以，何况利用拉印再进来的信号，音源信号，除了它自己本身的话，哎，他那个，它不是哦，我有它是 out 不是 in，它是监而已，所以要找一台有有来印的，副歌接 bridge。想要找再搜一下，想要找一下，所以这个声音，另外一个。第二首歌搜环境音。哦，你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太多了。就从那个声音当中。现在环境会有咳嗽的声音。另外一个，刚刚看的时候，那个录音是他们变成了上面比较开音，一个是别的，像我们也知道这个一样的，这台不用换了。
敬拜上的交在你手中，我们将会服侍仰望你。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主啊，愿这场敬拜、这场聚会得着你当的荣耀。在这里高举你，主，愿你的同在就像你在我们的当中，主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主好叫我们手中的乐器，叫我们口中所发出的声音，主都可以蒙你的悦纳。谢谢你耶稣与你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再说这个，对，这个是这个。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也许我们有些人是坐在会堂，有些人是在荧幕前面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超越一切的环境，超越一切的空间。Amen吗？我相信神的作为不是只在于一个空间里面，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守主日而来教会。主要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来在敬拜当中与神相遇。我们专心的尊主为大，让神来对我们说话，改变我们，并且我们可以来回应他送给我们的盼望。所以不管我们是坐在哪里，也许你现在在你的家里和你的家人一起在荧幕前敬拜，也许你现在是坐在会堂当中，但是好不好，我们就是同心的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对神来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当中，我们的心仍然要来敬拜你。我们相信你是在洪水当中仍然作王的神。我们相信你是在人心彷徨当中，主，我们唯一所需要。主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看见，在这样子的疫情当中，或者是在国家与国家的情势这样子动荡的当中，主，我们的心专注的是什么？主啊，我们的平安来自于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人心时代当中，我们不失去平安，我们不失去喜乐，我们也不失去盼望。主，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都是从你而来，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主，因此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开口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求神显明我们的心。我们相信在末后的时代当中，当大火大水来到的时候，那真正的东西要显露出来，而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吗？我们追求的是我们工作的顺利吗？或者是我们家人的平安吗？或者是更甚于这些，我们更追求是在那个幕后的混乱当中，我们心里面要有那个真实的平安，有那个不被震动的国放在我们的里面。哦，耶稣，就求你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
主，我们的心要被你来洁净，更胜于我们身体里面的洁净。主耶稣，在今天这场敬拜当中，我们相信你要做新事。主帮助我们要更像你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相信你所做的事不拘于任何的形式以及环境。当我们也许慢慢的没有办法再来教会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依然掌权。主，你的教会并没有停止聚会，你的教会并没有受到拦阻，主，而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依然向着你要来敬拜的时候，尊你为大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就与我们同在，主，你的教会就依然同在，你的教会，你的国家就依然站立。主，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的时代当中，我们就为你而站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耶稣，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谢谢你耶稣，你帮助我们不再顺从我们的肉体，我们不再顺服体贴我们的肉体。主，因为经常记得说，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主，我们乃是就得着平安，得着生命，帮助我们追求那个最好的福分。谢谢耶稣。在以赛亚书第54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不会开，我的平安约也不迁移。感谢主，在这个混乱，在这个让人心感到恐惧跟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纵然有很多事情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纵然好像有很多的困难跟不容易在我们周围，可是上帝他用平安的约来帮助我们，他向我们应许他的慈爱永不离开。是主，谢谢你，我们在这里要向你来敬拜来祷告，我们也将这一切我们心里需要来交在手中，因为唯有你是那位可以为我们成就那心里的平安，那心里不被震动的苦。是主，谢谢你帮助我们，与我同在。好吧，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准备，我们要来起立，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要用我们喜乐的心，我们开场来赞美他，因为他是那位在沙漠中的江河，他是那位在旷野中开道路的上帝。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我始终在。
是来世界在十字架脚上为了来路，是为了赎回所有人类的生命。说我们是有福分的人，被你所拣选，也被你所拯救。我们要一再的诗歌在你面前宣告，我们是被神所选召的人。在你里面，我们一起要同心赞美、敬拜、荣耀主，因为我们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得到一个确信天堂的信心。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敬拜，一切都归荣耀给主，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做美好的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说：我们天上的父，愿你的国尊你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羞辱。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请坐。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接下去整个流程进行之前呢，一个小小的一个请安的一个拜托哈。我们从这一个礼拜开始呢，政府宣告说，我们聚会人数不超过100个啊。那我们因为有2个楼层，所以我们还有一点弹性的空间。那第二个政府的要求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坐位置宽松一点。那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注意看你的前后左右都不要坐人，就是空椅子除了夫妻家人以外，所以你看一下，如果前面有人，就表示你要换位置了，好不好？来，稍微换一下位置，空间都可以哦。对对对，不要前后左右有人，那你知道没法做的那我们教会空间很足够了所以我们就仍然继续举行主日的敬拜这个是我们一个至少能够符合这个防疫的规定所以第二个是你记住你坐在哪个位置，希望这几个礼拜呢，你都固定在那个位置，因为我们要控管说你在哪里，坐在哪里所以呢，这还可以再动一下，没关系。如果说你前面左右、前后左右有人坐，就稍微挪一下你的位置尽量就是有空位前后有空一个位置，这样最好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侍卫。那我们一起恭诵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罗马书8章5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服从本性的人，一向于本性的事；顺服从圣灵的人，一向于圣灵的事。一向于本性就是死，一向于圣灵就有生命和平安。所以，一向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因为他不顺从上帝的法则，是上帝不能顺服。服从本性的人，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基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自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可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就使你们的身体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这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要接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你们，让一手的身体。以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献诗的部分。那献诗完，请。主人愿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个疫情肆虐，虽然台湾是相对平安的时间，还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聚集。然后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在网络上的朋友一起道平安，好不好？我们一起说：有你真好，主日平安。我们一起说好不好？1、2、3，有你真好，主日平安。愿主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的信息里面，帮助我们体会到生命真实的平安。好，那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疫病、死亡的阴影中，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亲爱的父，愿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明白你要赐给我们人类真正的平安在哪里。亲爱的父，愿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要为这土地带来的安慰在哪里。父啊，愿你使我们在你圣灵的同在中，就能够明白现在的事件所发生的意义，也能够看见那你将要来临的国是如何已经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借着这次的这样子的状态，拓展我们的视野，好叫我们能看见你是如何在这当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呢，我不知道大家生活的活动会不会已经减少了很多，比方说购物的时间，或是和朋友们相聚的时间，或是共同聚餐的时间等等。在这样子的危机的时期，有的时候好像要出去一趟，或是要聚个会或什么的，好像都会顾虑到是不是会影响到自己，或影响到他人的一种生命的健康或安全。甚至在疫病更猖狂、更严重的地方，我们已经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选择都已经是关乎生命或是死亡。就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能当中已经有许多的家长，或是有许多的伙伴，在想说，如果来教会聚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事，我自己能不能承担？我自己也没有办法面对一些健康上的风险。我有个在教会的朋友，他的教会也是在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他分享的他的感觉是，好像忽然间瘟疫把每个人都带到了死亡的面前。我们可以很理性的来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防疫？我们要怎么样来观看世界局势中的一些善良或是谎言？但是渐渐的，随着这个疫情越来越持久、越来越长，好像那种失去生命健康，然后经济的那种危机，生命品质的降低，生活品质的降低，失去生命、失去所爱的人，这样子的消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生命的周遭。好像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生命的孤单开始越来越深，然后这种死亡的阴影好像更多的在威胁我们这个在这个地球上世人的这个灵魂，让我们的生命感到非常的冷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看到人是这么的有限，真的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够保存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生命中那个真正很珍贵的事物，那些生活中我们看为宝贵的事物？我们今天所看的罗马书呢，虽然在罗马书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疾病或疫情这样的东西，但是人要怎么样在死亡面前、死亡的威胁面前，来找到那个保护真正的生命的这样的根基？来保护真正珍贵的事物的这样子的依据，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护人从死亡的面前这种害怕、担心，来脱离，然后来建造一个能够人类稳固生活在当中的一个环境？我想这样子的担忧也早就在历世历代的人当中，特别也一定在那个时候1世纪的罗马当中。所以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第1到3章，那个时候保罗就已经提到他们那个时候的3种人。
保罗分别分析了他们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世界中的许多状态，他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帮助他们站立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活在这边来保护他们、守护他们看为重要的东西。第一种呢，保罗说这种人是很依据本性的人，就是一般喜欢离苦得乐的人，对，然后喜欢追求乐趣，然后逃避痛苦的这样子的很比较单纯的人。这样的人呢，比较没有明确的价值观，他称为是一帮外邦的异教徒，对，就是多神的，看到有好处或是有能够帮助他的，他就去信，就去拜的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呢，顺从自己的本性，然后看到哪里有好处就去，他们寻找自己能够敬拜、能够追求的那个东西，无论是钱财或是其他各样的偶像。这样的人很单纯，可是却是善恶不分，而且在价值观中常常自相矛盾。所以保罗说，上帝任凭他们在良心中那样子没有办法看见真理的这个心，在世上败坏。第二种人，他说是道德性的。道德性的这样的人呢，他们跟第一种人好像又不太一样，他好像有更整全的一个伦理价值的观念，可能是那个社会的学者、思想家，或是宗教家，或是政治哲学家，他们对社会有一套运作的看法，有一套世界观，有一套价值观。但是保罗说，这些人虽然很会说，虽然很能引导人有一个架构，但其实他们教导人的，自己却做不到自己所说的，也没有办法完整的来反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好像这些人看似知道什么是价值，好像什么都有一套看法，有一套对社会、对政治、对这个的看法，但其实自己所说的，或许他们很清楚，他们没有力量来做到。保罗又说到第三种人，他说是宗教的，特别他指的就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保罗说，这些犹太人呢，哇，他们认为自己是知道的生命的律法，知道造物主是谁，了解生命的意义。但其实这些人手中拿着律法，但却完全没有办法活出律法的生命。他们自己做不完全，可是却还指教别人，甚至指责别人，甚至在律法面前，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形象，也有了虚伪的一个状态。所以保罗说，就算是这样子的人，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是宝贵的，知道圣经所启示的价值在哪里，但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始就罗列了那个时候他所了解的三种人的一种依靠的状况。一个人是依靠自己的，一种是依靠自己的本性，一种是依靠他智性上的一种智慧还有反思，另一种人他是有灵性上的被引导过的，依靠律法的。可是保罗说，这三种人到后来还是败坏了，还是失落了。人若顺从本能，这是一种自私，这是一种败坏。但是人用智慧找出一种标准，却又活不出来。人如果转往这样子的有宗教律法的信仰去寻求至高神，却又会容易落入骄傲的陷阱，把神拿来当作审判别人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保罗在一开始就对他那个时候的世界的这个状况做出了一种归类，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他那个世界的人很单纯，也不对，很有智慧，还不够，很金钱，你虚假。所以就是一种人怎么做，就是都会歪掉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三种人之中，真是道尽了人的本性。我们看到他这样子把人来归类的时候，就好像看到这三种人用不同的方式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而我想保罗在指出的就是，不论是依靠自己的本性，或是依靠自己智性上的智慧，或是依靠我们在律法中得到的启示，都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保全，得到完全，甚至来保护完整的保护我们社会一些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如果更仔细的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就在今天第8章第5节、第6节、第7到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向我们呈现的这种的困扰较少。今天经文8章5节这样说，我读的是和修本，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第6节，体贴肉体就是死。第7节，因为体贴肉体就是与神敌对，神的律法对神的律法不顺服，事实上也无法顺服。第8节，属肉体的人无法使神喜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把这样子一种没有办法顺服上帝的生命称为肉体的生命。所以这种肉体的生命不是在讲真的是我们灵肉啊，或是真正身体的状态，是一种没有办法以上帝为中心来生活的一种状态、一种态度、一种人没有办法脱离的罪性或性情。那保罗怎么样解释这个本性或肉体呢？对，就是说，他说你这个在这边这样说，随从肉体其实就是跟在这种本性的一种价值观的后面。对，然后体贴肉体，这个体贴它在原文的意思是不断的去思虑，不断的去留意，甚至是很热情的在思想这件事情。我想我们的生命中很多时候会很热情的、很执着的在追求一些我们看重的事情，不见得是什么很重要的大事，可是就是对那个事情有一点执着，对，有一种热情。对，那保罗就是说这样子的思虑，这样子的热情，这样子对一种本性的追求，无论是道德性的，或是宗教律法性的，或是本性方面的，我们很常以这些方向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努力，或是追求的目标，甚至是立志想要在这方面来得到一些自己理想中的状态。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说，人类以自己的直觉、感性、良知、智慧，甚至是依靠宗教规条的这种生命，都有可能是被圈化在属于肉体的这样的生命的状态。他说这些很多都仍然是人本性上的一种追求，我们追求做得怎样就可以更好，做得怎样就可以成为另外那样的人，好想要成为那样的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对生命有追求的人，我们不会觉得他是很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算很多人他的人性不完全，他的良知不是完全的，但是他们仍然在寻求真善美，仍然会寻求许多对世界的观点还有评价，并且在这样的世界中为自己设立一个生存的目标或是志向。只是我们看到这种对以自己的本性出发的为中心的判断，或是热情，或是甚至是一种志向。保罗说，这种没有经过上帝圣灵调整过的志向，只会把我们引向死亡，与神为仇。为什么呢？因为就连保罗他自己是认识犹太律法的人，他自己这样说：当我们越努力去照着自己既定渴望的那个路去追求的时候，他自己说：我所追求的善，我没有办法做到；我所不愿做的恶，我反而去做。这好像就是说，我们越努力想要立什么志，可是却越做越没有办法。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疫情中越努力，大家都很努力，我们真的是有一些不错的成果。可是，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做，都好像没有办法与这个死亡的波浪对抗，尤其在其他国家的状态。就连保罗他自己都说，他被他所追求的、所立志要做的、所热情追求的这个事情判了刑。他没有办法做到他想要的那样子的时候，这样子的标准就判了他的刑罚。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完整做到的人。所以，不知道当我们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保罗这样子把人画在一种做不到的状态里面，其实是蛮辛苦的。我们有必要给自己很多很高的标准吗？或是我们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吗？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说是我觉得说，我自己有努力的心智就很棒，甚至我有做出一点努力的就值得鼓励。可是仔细一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那个我们很期待的那个远大的目标，或是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立下的志向，仍然在远方吸引着我们。所以，就算那个目标很简单，比方说我们说好，今天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每天都要快乐，这样子很简单吗？不简单，对，就每天都要很快乐这件事情，只要我一天不快乐，快乐就看我们行的。你今天是个不快乐的人，你做不到这个目标。他说我今天要自由自在，然后我没办法每天都自由自在嘛，我越想要自由自在，就越发现我做不到每天都自由自在，这个东西就看了我行法，好像我永远没有办法完全。这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标准。如果还有人说我每天都要日行一善，我每天都要什么什么的时候，或是我每天都要灵修几分钟，哇，这些很多的东西，每日好像都告诉我们你还不足。特别当我自己在想起自己这一阵子回我自己老家的故事的状态的时候呢，我更是意识到，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家庭，或是我自己所爱的人，我也给自己有很多的励志或是期待。比方说，像我现在的阿嬷，现在身体越来越软弱，然后照顾起来我的父母很辛苦。那我听我的家人分享呢，好像那个阿嬷越来越老，然后吃这个也不对，吃那个也不对，然后分量一变，她可能身体就不舒服了。所以总是在害怕这个照顾步骤里面，哪一个地方出错，哪一个没控制好，哇，那她可能晚上就睡不好了。他可能晚上就精神会亢奋，或者说会腹泻，或是怎么样的状态，最后所有照顾者的作息就会大乱，家人没有办法休息。哇，这就是一个想要做到，可是却没有办法做到的过程。所以每次我回家，我看到我爸妈这么的累，我也会想说，哇，那我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助他们，然后协助照顾啊，或是什么的。可是其实我知道，我回家没有太过频繁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去熟悉这些照顾的流程，我是什么都做不来的，最多就是听听家人的心情，然后和他们聊天。可是当我自己对自己有这个期待的时候，我发现连自己要这样做到，有的时候也觉得疲累，因为像比方说周日或周一，我觉得休息了，可是回家要听爸爸妈妈分享他们的心情，就觉得好累哦。对，所以就连这样子一个对自己一个好女儿的这个期待的愿望，好像也时常是一种落空的。我分享这个，只是想要说，真的我们为自己所立的志，其实都非常的难完全的做到。我知道我爱我的家人，我知道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一定的价值观，只是太多时候我们更常知道，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承担这些我们所爱的、我们所看重的生命、所看重的生活的力量都没有。人真的可以立志做很多事情，当个好孙女，当个好传道啊，或是当个好学生啊、好先生、好太太、好老师、好的公务员，或是好的各样的。我们立的每一个志向，那些我们所热衷的，实际上对我们做的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理想，我们是这些理想面前的失败者。这些好的志向，甚至更容易判了我们的心。我们看到这许多的良善，却也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我想这个感觉就是一种对自己绝望的感觉，有如被这些美好的标准判了死刑的这样的感觉。怎么办呢？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能不能给我们一条出路？能不能为了我们这些老是在被美好的志向判刑的人，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一起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完全的反过来控告我们。好，我们来看经文，在经文的第6节，他这边提到说，体贴肉体就是死，可是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我们刚刚说那个体贴是什么？是挂念、思念，一直在想，
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立的某个志，可是如果我们那个挂念和思念开始转向圣灵的方向，反而会带给我们生命和平安。然后在第9节，他继续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然而使耶稣从死人复活的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从意念一直在立志在肉体的这个方面，忽然带我们拉到了一个解放的道路，就是当我们的意念转向圣灵的时候，当我们的意念不再随从人的本性，那么热心的一直在为自己设定目标，反而放手让圣灵为我们设立生命的目标的时候，这是真正的得到了生命以及释放。那什么叫做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生命设立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很玄哎。那跟随圣灵、思想圣灵的事情，这又是什么呢？这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好像宗教的教条？你要跟随圣灵哦，你要好好知道圣灵在想什么，对不对？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教条。到底跟随圣灵是什么？那怎么知道自己真的属于圣灵的？圣灵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再重新更细看第9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所以其实我们看见，我们跟随圣灵、思想圣灵的关键是，其实圣灵他会来住在我们心中。那怎么样圣灵是来住在我们心中的呢？什么叫居住在我们心中呢？其实当我们听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被控告的这样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渴望他带来这种救赎的时候，圣灵同时也就住在我们心中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看到自己的不满足，然后悔改的时候，圣灵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心打开了，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了。那个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渴望基督，相信基督，并且依靠他死里复活的大能。基督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因为要不是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势力，无论是我们看得到的，无论是金钱、性，或是权力，或是政治，或是各样的势力，我们看得到的，或是甚至灵界也有他自己的势力。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赖以为生的，他居住在我们心里的。但是这些居住在我们心里的东西，我们渴慕的东西，只要我们没有达到，我们就像他的奴隶一样被遗弃、被丢弃。可是，唯有当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爱上基督，而且知道，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基督的标准的时候，基督会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这是比世界上任何的标准都还要好的恩典。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他使我们脱离罪和死律法，反而用他的大能，以一种仆人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图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跟随圣灵不再是自己立志要在做什么，而是放下自己的生命，邀请耶稣基督的圣灵帮助我们更渴慕，然后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这样子的状态会表现为什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在第15节的地方可以看到，他这样说：你们领受的不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领受的却是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心中有其他的东西居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那个标准喊他阿爸父？可是当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呼求阿爸父，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奴隶，却是儿女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一次一次的在我们的跌倒中担当我们的不完美，
罪恶，让控诉还有重担落到他身上。我们一次一次的认识到，我们在侍奉的不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位爱我们的父，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牧人。在这样子的一次一次的更新的里面，圣灵帮助我们不只是爱慕基督，更是爱慕这位上帝。他接着基督要带到我们当中的国，他帮助我们在许多生命的不完美，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完全的这种绝望中，他告诉我们他的国要借着耶稣基督还有圣灵再次居住在我们当中。这样子思想圣灵，思想上帝的国，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当中的这样子，帮我们思想居住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圣灵，真的是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拓展我们的眼界。我们就不是做梦想超过我们能做的，也不致在我们该负责的责任中退缩。我们能看见我们活着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逃避死亡，确实在圣灵中预备自己，不断的迎接那将要来临的永生，还有上帝的国。那一日，我们渴慕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同在这地生活，作为他的手脚，一同治理这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循环的关系里面，很多过去我们身体在恐惧中做不出来的、行不出来的善，因着这样的爱的关系，因着这样子的原谅的关系，我们不会再做的。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可以改变，因为圣灵他居住在我们的心中的大能，给了我们看到更重要的图像。给我们看到更重要的价值，我们因而能够去追随这样的脚步。我来分享一个这周我所听到的一个故事。我所听到一个长辈，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他的同事有了厌食症的一个问题。他是天主教徒，可是他厌食症就是他看到食物就是觉得不喜欢，没有办法接受吃的东西。可是他就这样子也是过着他一般日常的信仰生活，但直到有一天，他去领，我们天主教徒都会去领圣体嘛，对不对？对，每一周，然后去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耶稣基督的身体每周都为我舍了，而且都喂养我这样子脆弱的肉体。所以在他还没有发现之前，耶稣基督一次一次不断的喂他吃，一次一次的不断用这样子的圣餐来喂养他，直到他有一天，那种心忽然打开，忽然好像被圣灵光照一样，看到基督的肉体为他舍了。然后他说，那一天之后，他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他的食物，上帝赐给人的食物，他忽然领受到上帝也为人舍了这许多的食物，为了喂养我们。他忽然看所有的餐食都是圣餐，都是上帝给人的礼物之后，他忽然那种对食物的厌倦或是拒绝就消失了。这是上帝借着圣体，忽然让他明白了上帝的创造，还有那种对世界创造物的那种眼光的翻转。我们不知道我们思想基督要到什么样的境界或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再次领会到这样子新的世界在我们面前打开。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为了我们而舍，而他的国也在他一次一次为我们犯了罪来赎回的时候，一步一步的临到在更多相信他的人当中。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拥有生命，但生命却一次一次的来找到我们。我想疫情带来的停摆、失序，让我们更多人能感受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坚持的徒劳，还有很多没有办法的这种事情。但是在这当中，我相信圣灵一次一次更新人心的力量，从来没有停止。当我们停止自己手上的工作的时候，愿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更深的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所要带到的安慰。愿我们更深的思想耶稣基督怎么一次一次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的国越来越临近在我们当中。就像刚刚带敬拜的伙伴们说的，那是不震动的国，那是他要来临的记号。愿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不自由中安居，修剪我们的生命，释放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找到那失而复得的生命之路。
是耶稣基督的路，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眼光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面对自己软弱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看见你，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属肉体的励志中，属肉体的意志中，主耶稣，我们没有办法每次都看见你是如何为我们舍命，你是如何已经把你的国带到我们当中。但主耶稣，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更深的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亲爱的阿爸父，当我们当中很多人，或是我自己，很多时候没有更完全的来思想你、来渴望你的时候，愿你这个时候借着我们一起的敬拜，来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深的渴望你，邀请你居住在我们当中，居住在我们的地上，来翻转我们这个时常在死亡恐惧中的这样的眼界，重新看到你那永恒的国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而不是死亡是我们要逃避的一个绝境。父啊，愿你驱走我们心中的恐惧，看到你放在我们那里面有永恒生命的这样的盼望。主耶稣，让我们这样的盼望落实在我们每日的行走坐卧，我们所看、我们所见、我们所行的，主耶稣，我们都要说，我们体贴你给我们的心意，我们体贴你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叫我们有能力分辨我们所立的志是否在乎于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唱《圣灵我欢迎你》这首歌。在一年当中有一段代祷的时间，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为以下这件事情来代祷、来公祷。第一，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主。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现在欧美很多国家连出门都不行，所以我们要向神感谢，神赐给我们仍然有这样的空间，我们要珍惜它。很多自由是因为失去了，才感觉它的宝贵。我们平常可以自由来敬拜上帝，感觉没什么。但是，一旦政府宣告说你不准到教堂，你不准几个人以上的聚会，你会发现说这个聚会是多么的宝贵。虽然我们有网络的礼拜敬拜，但是弟兄姐妹同心合一，一起团契，这是多么大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这样的聚会不会因为疫情而中断，让台湾能够慢慢减轻，台湾能慢慢恢复到我们能热情，一起拥抱，一起握手，一起请安。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看到天气已经慢慢转热炎热了，神施下太阳的能力。光照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周遭看不见的病毒也因为这样来消失。第二，不会因为许多原因没办法到教堂来敬拜神的，他们跟神的关系仍然这样的亲密，有神的祝福跟他们同在。第三，我们有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甚至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必须要接触病人，他们要接触很多不认识的群众，他们要服务很多的人，暴露在无法预测的危险当中。求神保护他们，圣灵来眷顾他们。第三，我们为教会的长辈祷告，让他们在这疫情当中没有感染的疑虑，能够平安度过这段时间。也有弟兄姐妹。在国外的亲友，他们心中担忧，因为在国外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现在疫情更严重，求神保护他们，赐给他们平安。最后一点，我们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产业、事业、工作、经济都受影响。也许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工作暂时要失去了，或是放无薪假。很多人的收入减少了，求神怜悯，让我们靠着智慧以及神的保守，能够平安来度过。最后为你自己祷告，让神给你智慧、信心跟能力，能够以喜乐的心面对这样的挑战，能够平安度过这样的疫情，让我们的礼拜能够恢复，让我们的敬拜更热情，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亲密的拥抱。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开口来做祷告。是被天父求你怜悯跟我们同在，求你平安的跟我们同在。感谢主，因为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就有力量面对一切的挑战。主，我们为世界这个疫情来祷告，求你施下你的恩典，借着阳光来除去一切病毒的存活，让我们重新恢复热情敬拜，跟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团契。教会、我们的国家都求神保守，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敬拜，以及在家里面来借着镜头、借着网络敬拜，都同样得神的恩典。总之要感谢你，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实在一刻也无法存活。主，求你平安赐给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不能来到这边的，有的是国外的亲友，主，求你都亲自保守他们，能平安度过这样的疫情。我们也教会弟兄姐妹，有年老的弟兄姐妹，抵抗力差的，求你也保护他们，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次疫情当中，经济受影响，事业受影响，工作受影响，求你怜悯，让我们有智慧能力，能够安然度过这样的难关。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同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信心来面对。感谢你。亲爱的父神，奉你名来祝福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在疫情的威胁当中，
仍然能够安然在你面前来敬拜，来领受你的话语，来向你祈求祷告。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看见很多人没有办法到教会的时候，没有办法一起公众敬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样的敬拜是何等的宝贵，跟神来见面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珍惜这一切，让我们走在神的恩典当中。主啊，求你保护我们教会当中有人因为要服务病人，在医疗机构工作，有的要服务群众，有的要教育接触学生。主啊，都求你的恩典跟他们同在，让他们有圣灵的保护，他们的服务是得神的祝福。主啊，我们教会当中有年老的长辈，求你亲自保护他们；有在病痛受医治的，求你让他们得到完全的康复。在这疫情当中，很多事业、很多经济也受到重创。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拮据当中有神丰富的供应，在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有神保守来安度难关。有人因为工作这样一受影响的，放无薪假的，收入减少的，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不气馁、不灰心，因为有主的供应，我们必定要充足。主，我们教会同样受到影响，也许经费减少，但是靠主，我们必得胜，必丰富有余。主啊，求你使我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用珍惜的心走过这一段艰难挑战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把时间交给我们诗会。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现在来念本月的金句。本月金句在诗篇16篇第2节，我们一起来念2遍。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16篇2节。再一遍，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
以外。那我们接下来报告一下，有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请看第4页的第1点。本周为大斋节的第5主日，请大家预备心来迎接受难周与复活节。我们请用肃穆敬虔的心灵来祈祷、请思耶稣受难的信仰和意义，经历耶稣的受与救恩。第2部分，今天是总会所定的教育学校的纪念主日，我们非常感谢长中学的何仁老师跟林汉同学代表学校来请安，也请大家能够关心并踊跃来参与这样的奉献。第3个部分是财务组第6点，请大家继续为教会的施工来代祷与奉献。那以下有几个方法，可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奉献，其他的部分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尽量会缩短这个聚会的时间，不过有一些程序要进行了第一个，我先来欢迎我们今天有我们何荣仁老师，他的姐姐、姐夫，还有他的应该是侄儿啦，信恩，还有他的未婚妻佑君，他们都来参加礼拜。我们特别给他们拍手祝福一下，好不好？来，请坐。何荣老师的姐姐她本身是在冈山长老教会的长老那么今天特别来，除了我们新人常常来在我们这边聚会以外是他们新人跟佑君预定在5月2号要举行婚礼所以来跟牧师做一些接下，也顺便在这边参加礼拜那感谢主呢，他们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不过是要举行家庭式的一个婚礼，那我们先为他们的婚姻预备来祷告，就是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那今天同样也是这样子，刚好荣仁老师呢，他本身就是代表长荣中学那今天第1堂呢有学生林汉同学来代表来报告，不过第2堂呢仍然牧师代表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做报告一下第一个就是说长荣中学呢今天是教会主日学校主日，他们代表来报告。不过我们最近有听到长荣中学他们最近在整个财务运作上遇到一些困难当然不是说资产不够，是因为整个少子化，学生来源减少，那学校在整个运转当中遇到一些困境，但是神仍然帮助他们能够勇敢这些老师董事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个难关换句话说，他们是资产大于负债，不过有时候现金很重要我们为他们祷告。那这次他们有提出说，希望各教会能够为他们做，特别是宗教教育这个部分来做奉献我们教会觉得说，也许第一次报告会有不了解，所以我们教会就拨专款来为他们做奉献。不过牧师在这边报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学校跟你有很大的关联，想要为他们奉献，也可以自己拿奉献袋为他们做奉献。这些金钱都是要用来做他们在学校的宗教教育。虽然是属于政府的管理的学校，但是我们有宗教教育的部分，是我们教会有这个权利来做教育，而且请大家一起来关心带导如果你有这样的奉献，你可以把这个借一个奉献袋，或是用你的全年度的奉献袋来登记。那他们的校长有一段短短的话，我想可以放在这边，请大家来看一下。主来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中学校长戴志芬，今仔日是总会设立的教会学校纪念主日，代表学校大家请安。134年前，张教师巴克利牧师带着使命开办中乐教中学校，望借着上帝听甲恩典，互信仰教育定根伫台湾。阮校学生毋但伫升学成绩有好的表现，伫创意、技艺、各项的竞赛拢得到肯定。校方的防疫事工也一直持续在进行，
百几年来培养出超过200位的牧者。这几年来，学校面临经营的困境，阮依然坚持努力，互学校成做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诚心邀请众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支持学校的校务发展，为咱学校来祈祷甲奉献。第一摆大家多谢平安。台湾第一间中学，西式的中学，那已经100多年的历史，我们求神带领他们能够经过我们所说的转身一方面一个新的一个淬炼，能够走向新的道路。那今天是我们的荣文老师代表来教会，请我们也请荣文老师鼓励一下谢谢。好，那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我们今天要颁发奖学金，那我们请我们硕荣长老来报告一下，今天有来参加礼拜的要颁奖给他。在颁奖之前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教会开始做直播，那我们直播需要同工在座很多年轻人，所以假如说你对直播有兴趣的特别是导播或者是说摄影的欢迎你直接跟我们的基课团长来报告一下，然后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训练，去参与这样的服饰那我们教会的直播，你可以用 YouTube 来搜寻富强教会的影音团队，里面就有，你把它订阅，然后把它按铃铛直播的时候你的手机就会有通知，你就马上可以看直播第二个，你可以透过我们教会的 FB 上面有连接，你可以来看直播。第三个，强烈推荐大家加入我们教会 APP。你只要加入我的教会 APP，绑定我富强教会，随时上面有很多的消息，很多的直播，有非常多的关怀都在上面。这个部分我们之后我们教会全部会推广。我们小组可以透过我教会 APP， 小组长可以跟你做很好的对话跟沟通，带导思想。所以邀请大家一定要加入我们教会 APP， 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直播。再次强调假如说在座的各位对于直播有兴趣，你想要当直播主，那就来参加我们的影音团队我们会训练大家成为直播主来，这个时候颁发我们奖学金我们因为节省时间，也不要大家跑出来所以今天在座各位有领到奖学金的同学先站起立，我们来鼓掌来恭喜他们有没有？在名单里面请奖金的站起来有奖学金，你看有奖学金的，然后我要请两位代表第一个是汉恩，好不好？汉恩代表，汉恩来。对，然后冠府的换我们这边来，换我们代表，请两位代表。那剩下的你看私底下可以找我们安娜，或者是找我们的传道来拿奖学金来，我们节目。对，其他的同学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到前面来的，记得今天就来向硕荣长老不是传道领好。阿恩，有。顺利的事情现在都要减缓节省刚刚硕荣长老有报告有关，我们今天就直接升级成可以用电脑来导播，这样让我们的转播能够更精确一点尤其讲道啦，还有我们的投影荧幕能够结合在一起。那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人才，特别年轻人，这个时候是你出来的时候了，好不好？年轻人在中间非常内行。只要你愿意把时间奉献给神，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延多久，但是我们教会就直接把这个转播升级了就对了。但是我们不是鼓励说你就不要来做礼拜在家，是因为让有一些没办法来的人也能够同步跟我们做礼拜那我们慢慢希望能够这些疫情真的能够慢慢就消失了。那这样的困难能够消失。不过还有一点点报告有关疫情的部分，不是简单，就报告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公告其实就是刚刚在祷告的时候，不是报告过了
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疫情指挥中心说，建立100人以上的聚会要暂停了。那我们稍微做一点研究，就是说，我们有5楼跟4楼，目前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第2堂礼拜刚好98个，没有超过100个，我们要这样自我解释了哈。所以呢，它是用这6个指标，如果符合，那还可以办活动就对了。表示说我们不必像美国或是像新加坡，几乎都不能出门了，有些是锁国或是完全都静止不动，不能出来到外面活动我们现在最近新闻都看到了。这是我们的恩典呢，难得还能出来，而且还能够见面好，第一个，能否事先掌握参加者的资讯？这一点我们教会没问题，因为今天没有什么新朋友，都是我们的认识的朋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限制就是说，活动空间通风换气情况，我们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这个空气流通是很好虽然不像有的在乡下的1楼的教会，所有的窗户都通风，但是至少我们还有窗户有空调第三个，参加者的距离，刚刚郑牧师拜托说，我们尽量不要坐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空间足够。如果说上面100个人，下面100、200个人还能聚会，因为我们这个椅子可以坐400个人了，所以刚好可以一半一半好，来，第4个就是说，活动期间参加者固定位置或不固定位置。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几个礼拜疫情当中，要拜托会友，你就不要选位置了，每一个礼拜都固定坐在，至少不要差太远，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或是一个前一个后，就住在原来的位置，下一个礼拜也这样子，那就表示你固定。但是我们也没问题，因为我们教会会请同工的，每一个礼拜都稍微把各位坐在的位置拍一个照片，那表示说存档，有需要的话可以追踪说哪一个礼拜谁坐在哪里，这个就是他想要追踪的意思了第5个第6个就是第5个是活动时间多久，我们感觉上我们这1个多小时还勉强当然更短更好，但是我们不会太久第6个是我们都已经戴口罩，还有卫生喷酒精，还有我们洗手我们都有这样做。所以目前如果政府没有在新的规定，或是没有爆发我们所谓的社区感染，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台南地区的牧者有2个顾虑，第一个顾虑说糟糕，哪一间教会有1个人确诊了，那可能那个危机感就来了第二个是说政府直接宣布不准你聚会，那我们的整个录影真的要更加强，才能够让会友在自己家里面聚会。不过现在很多教会他在推动一个动作，可能大家有心理准备，就是说真的全部都不能在实体的聚会，反倒是小组聚会要继续，因为小组它人数少嘛，那彼此大家都认识嘛，都能够控管。他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是转播，对不对？你在家里看，但是如果真正要全部停止实体礼拜，他倒是鼓励说，不要自己在家里面调他练气球，拿水果、拿茶坐在那边做礼拜，这样就没有敬虔的心了。他是鼓励说，至少5、6个，大概2、3个家庭或是2、3个小组，5个组员，你们互相邀请在哪一个人的家里面，就跟着影像的动作，起立就起立，敬拜就敬拜，祷告就祷告，这样才会有虔诚的心。不然的话，你在家里还在观赏节目，那就不好。我希望我们不会到那个地步了。不过我们也请小组长开始有这个心理准备。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是敬拜跟小组结合。敬拜时间就是你的小组时间，你敬拜完，你小组再继续做一个分享祷告，那可能是如果疫情更严重，可能需要走到这个地步的那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会公布这样的措施好，那目前我们是要把这个措施一直到4月12号复活节之前如果没有变化，我们就继续如果有变化，我们再做报告是这样子的情况请大家。特别各位小组或是同工，你知道，平常都在这样聚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他可能有种种原因不能来，那你就跟他关心一下，联络一下，小组互相关心祷告，彼此祝福，这样好不好
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的家人在国外，心中特别担忧啦。我们也在为这事情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能得神的保守，一切都得平安哈。就这样做一些补充的报告，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师会，谢谢。所以我们唱最后诗歌，诗歌完毕，请牧师代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尊崇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人的保护、引导相通，带领我们走过这段疫情的危险，让我们在主里面享受真正的恩典跟平安。愿三位一体的神与大家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默祷。